凡，耶！獎勵不平凡，耶！一、二、三。大家好啊！呢度咧係2008年金章頒獎典禮嘅會場，喺我身邊就有 SOA 嘅玲玲。Hi，玲玲啊，其實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 AYP 今次你嘅得著啊。好啊。咁其實我覺得真係團體生活係好緊要嘅，因為經過咗行山啦，有團體生活呢幾日幾夜，同唔同嘅人一齊生活，咁唔可以一味話自己要點就點。要互相照顧、互相幫助，所以咧喺身邊嘅人都好重要，同埋真係團體生活係好緊要嘅。多謝晒玲玲嘅分享啊！喺我右手邊嘅又有一位金章嘅得獎者，佢係嚟自 SOA 嘅嘉嘉。嘉嘉，不如同大家分享下你今次喺 AYP 得獎嘅心得啊！咁我今日嘅心得呢，就係其實要堅持啦，咁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嘅人支持住我哋嘅，咁一路要考5科咁多啦，咁其實個時間都好長，同埋學校啊、朋友啊、譬如行 expect 嗰啲隊員啊、導師啊，都幫咗我哋好多咯。咁同埋你個過程之中你會失敗咗好多次咯，但係你會繼續去改善啊、嘗試啊，咁樣你就會得到呢個獎㗎啦。其實咧都要好多嘅堅持同埋大家嘅鼓勵嘅，所以 AYP 係不平凡嘅。喺我身邊咧就有 Winnie 係嚟自 SOA 嘅同學仔嚟嘅。今日你得獎金章啦，咁我想問下咧，其實你咩原因會開始 AYP 咧？我初開始嗰陣時咧，係因為我學校有呢個學會啦，咁佢咧就話會挑戰自我，咁我覺得咁點解我唔踏出第一步去挑戰自我呢？哦，原來係咁樣嘅。左手邊嘅就有 SOA 嘅 Hester，不如咧你同大家講一講，其實 AYP 咧俾咗啲乜嘢改變你呢？我自己咧，其實喺未參加 AYP 之前咧，咁就比較怕事啦，或者冇咁主動嘅。但係咧參加咗 AYP 之後咧，咁其實自己有好多方面都係要自己負責，自己搞翻掂嘅。咁所以自己個人會變得主動咗啦，同埋有好多嘢都唔會話咁易放棄，都未到最尾我都唔會話咁易放棄咯。有一個好大嘅進步喎。大家好啊！而家我哋咧去到2008年金章頒獎典禮嘅會場，咁喺我身邊呢，有兩位咧嚟自警察執行處嘅朋友咧，今日係得獎嘅，恭喜晒大家先。咁首先我想問下小龍啦，其實咧喺你玩 AYP 嘅生涯入邊咧，你家人同埋朋友對你有啲乜嘢嘅支持咧？其實第一首先係鼓勵啦，咁啊虛無啲嘅就係精神上嘅支持啦。但係好多時候，例如我哋都要犧牲好多私人嘅時間啦，咁。例如大時大節，因為我哋都要翻工啦，咁佢都會體諒嘅。咁例如去行山嗰啲，佢都會你去啦，都唔會話太過鬧我咁樣。明白。其實家人同朋友嘅支持咧都好大幫助嘅。咁我又想問下阿正啦，咁其實喺你今次得獎入邊，你有啲乜嘢嘅金句可以咧鼓勵下我哋嚟緊嘅朋友啦，或者啲後輩去參加呢個 AYP 咧？我覺得咧參加呢個 AYP 咧係可以俾每個青少年人咧係一個好難得嘅經驗嘅，因為人生路上邊咧就好多充滿挑戰啊，同埋考驗。咁參加 AYP 咧可以鍛鍊我哋啲青少年咧係可以一個堅毅嘅意志去繼續將來佢哋人生嘅路嘅。好多謝晒阿靜同埋小龍嘅訪問啊，多謝晒。
首先，我哋有請獎勵計劃理事會何子良主席致歡迎詞，有請何主席。特首曾蔭權先生、各位嘉賓、各位得獎者，今日本人謹代表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理事會歡迎各位蒞臨呢一個金章頒獎典禮。我亦都想藉著今日呢個機會，向大家拜一個早年，恭祝大家喺牛年來臨嘅時候，一切順利，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多謝各位。而家係頒發金章獎狀同埋嘉許狀嘅。首先係頒發金章獎狀，全職服務隊執行處少年團 A 中隊陳控斌，少年團 B 中隊莊少恒，興盈會中學李美嫻，顯利中學麥海怡。雖然咧佢哋係一班智障人士，但佢哋同普通嘅年青人都一樣嘅喎。不如我哋以熱烈嘅掌聲再多謝佢哋。喺條線上咧，仲有係葵涌嘅平路中學馬嘉欣、荔景天藝中學林潔珍、胡寶儀。可見呢，我哋獎勵計劃成功呢，係要得到一個2蚊嘅資助㗎。多謝晒咁多位義工啊！香港青年獎勵計劃2008年度金章頒獎典禮已經圓滿結束啦。我哋再一次以熱烈嘅掌聲多